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厝里头囝儿是谁？有囡仔来，叫伊来看这集节目。来哦，互你要一个美菜，这种台湾人老辈当头壳，要适合囡仔。有囡仔囝儿是谁？了解讲世间的万项的事物。敢若讲咱人的五官，听我想几多条呢？头一条来讲，厝内一块石，何来压袂着？国情啊，我会记得较早解文说，你捌讲过，讲一张树啊，两片叶，越来越去看袂着，无毋对吼。迄是咧要咱人五官的耳啊，无毋对啦。咱人越来越去，你安尼看嘛看袂着家己的耳啊你。啊若即个厝内一块石要要啥？五官内底有一项，毋是现安尼面对面看就看会着，因为藏伫咧厝内。毋是藏伫咧厝内哦，是藏伫咧喙内哦。啊，若藏伫咧喙内，国讲我就知啊，有影何来压袂着？因为迄就是咱的喙齿嘛。吼，有囡仔要喙齿讲厝内一块石，吼藏伫咧喙内啦。啊，何来压袂着？有哈呢吼。啊，若有哈，再来讲第二条，毋若干那要教咱幼囡仔五官尔，搁互伊体会古早民间一款技术。题目听来，讲两目相许，四骹相切。一个家业起筋，一个歪喙皮。国情啊，做味菜就做味菜，你是咧教人冤家变相黄上。啥物咧家业起筋，歪喙皮？毋是，你听我讲，迄目睭用个紧的，微微安尼叫做两目相许。啊，四骹相切就是两个人坐相对面，骹头有拄骹头有，或者四骹相切。啊，一个家业起筋啊，毋咧出力的，无毋对，出来加一条线。啊，对方咧互运用啥物款的技术，伫咧对台讲，就爱歪喙皮。想一个真，可能真侪老辈已经知啊。毋过有囡仔毋捌看，正就是古早一种的技术美容术，讲伫咧挽面啦。哦，加一条线对咱的面安尼抠，看安尼撸，安尼讲叫做挽面，无怪讲红抠红撸。共款即个爱歪喙皮，安尼要即条，安尼有哈吼。啊，若讲到五官有哈，讲到人的表情，搁来要一条好无？真趣味。第三条，咱来讲红布包白布，一喙食一喙吐，即条安尼真简单。一喙食，一喙吐，安尼毋要客汤呢，无毋对。食果子爱配孜然，爱配皮，无几项。啊，若即项呢，皮袂当食，爱甲卸脱角，剥落去了，汤酥酥的配掉。国情啊，这介简单。红布就是表示甘蔗外口的皮，白布就是甘蔗的肉。红布包白布就是咧食甘蔗，讲一喙食一喙吐。台湾人咧教幼囡仔新的知识啦。